大家好，中秋節快樂！咁最近睇新聞咧，美股就創新高喎，咁港股咧已經去到差唔多4年嘅高位㗎啦。咁好多朋友咧都問我，喂 Becky 啊，呢一個 MPF 使唔使要跟住調整一下咧？咁我就喺度諗下啦。好啊，我哋一齊睇下第4季可以點樣去部署。截至9月底，宏利嘅強積金做得最靚仔嘅咧，係分別係恒指 ESG 基金啦。香港股票基金同埋中華威力基金喺年初至今已經升超過30%㗎啦。日本同埋亞太咧就穩步上揚，歐洲同埋醫療系列嘅咧就暫緩咗少少。如果你係比較保守少少嘅咧，咁我哋會建議可以穩陣啲，可以放多啲喺呢個利息基金啦，穩健基金再加少少嘅核心累積基金嘅。想攻守兼備嘅話咧，可以將一半放喺呢一個中港股票嘅基金，另外一半咧就分散去日本啊、亞太啊，咁樣就會比較 balance 啲。如果你係進取型嘅話咧，咁就可以主攻港中嘅股票基金。不過咁我記得咧，預留30%左右係留翻可以投資喺呢一個嘅海外嘅成熟市場，咁就可以減少波動啦。以上嘅數據都係宏利 MPF 基金最新嘅表現報告，只供參考。記得定期咧要檢視你哋嘅基金組合，唔好等到市場有變動先至行動啊！如果想我幫你哋睇睇你哋嘅投資組合方向，inbox 我啦。